再来看电动车的大厂特斯拉伫瑞典的工厂完工发起罢工，码头的工人跟瑞典的邮局嘛做伙罢工哦，顾着帮特斯拉送货来相挺。特斯拉嘛去告瑞典的交通局甲邮局，反映是裁定讲交通局得爱护特斯拉，会当请人直接去仓库载货。美国电动车大厂特斯拉伫咧瑞典并无汽车组装厂，但是设有零组件生产据点来支援伫咧其他国家的特斯拉工厂。今年10月时阵，瑞典招回130名技术人员，因为资方拒绝接受所谓的薪资一体协约而发动罢工。特别注意的是，瑞典比其他的欧洲国家还佫加出一种同情式罢工，譬如讲为特斯拉管理码头仓库的工人，还佫邮局的人员。虽然不是特斯拉的员工，也过会当因为同情特斯拉技术员而拒绝为特斯拉送货。面对特斯拉主张要另外找人替货送货，工会组织讲无法度理解。Och det där har inte vi sysslat med i Sverige sedan 1938 ungefär. Därför det har varit man kan säga en överenskommelse mellan oss parter att vi beter oss inte på det viset utan vi respekterar varandras konfliktåtgärder. 特斯拉控股交通局怎么暂时胜诉，会当家己自码头仓库退货。因若控股邮局的案件要求运送所有地址是特斯拉工厂的包裹，也孤单发现裁定。特斯拉的执行长马斯克另外一个事业的重点，就是并购推特了改名的 X。最近因为以色列跟哈马斯战争出现真侪受婚的言论。马斯克伫最近到以色列访问，先后会见以色列总统赫佐格、总理纳坦雅胡、加国防部长甘兹等政府高层。伫参访国会，一个10月初7和哈马斯攻击的社区了，马斯克加纳坦雅胡伫咧 X 社群平台开有音的直播。双方当期讲，若是要中断和平和巴勒斯坦人有好日子通过，就要消灭哈马斯加受困犹太人的言论。公司新闻，齐嘉玲编辑。